昔日耶穌點樣去醫治呢一個麻風嘅病人，今日佢同樣要觸摸我哋嘅內心，對我哋講：我肯，你潔淨了吧。思念舊日我失方向，使你深深的傷透，甘願凝聚在你的跟前，心裏得到釋放。耶穌，你是我盼望，求讓你洗淨我污垢，讓我敞開我心深處，請你寬恕。耶穌，你是我盼望，求讓你洗淨我污垢，讓我敞開我心深處，請你寬恕。思念舊日我失方向，使你深深的傷透，甘願凝聚在你的跟前，心裏得到釋放。耶穌，你是我盼望，求讓你洗淨我污垢，讓我敞開我心深處，請你寬恕。耶穌，你是我盼望，求讓你洗淨我污垢，讓我敞開我心深處，請你寬恕。主耶穌已經向我哋伸出佢嘅雙手，要觸摸我哋嘅內心，讓我哋用祈禱再一次將我哋心靈嘅傷痕擺喺佢嘅手上，讓佢醫治。再一次嘅，讓我哋喺佢面前承認我哋嘅罪，對佢講：請你寬恕。耶穌，你是我盼望，求讓你洗淨我污垢，讓我敞開我心深處，請你寬恕。